Hello，大家好，歡迎收聽闊邊漫遊。闊邊係代表 footprint， 有人行過嘅路俾你參考。我只係結合自己真實嘅故事，希望俾到一條可行嘅路線。唔使驚，路唔係淨係得一條。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同理心呢樣嘢呢？係同理心 empathy， 而唔係同情心 sympathy。同情係憐憫，係以一個局外人嘅身份去表達一啲淺層啲嘅關心。我舉個例子啊，喺街度見到有人跌倒受傷，佢一邊喊一邊嗌好痛。有同情心嘅人可能會覺得，哎呀，行下街無啦啦整親，唉，真係慘啦。但係同理心係講緊可以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同埋感受佢嘅情緒。喺同一個情況之下，比較富有同理心嘅人可能會覺得咁樣擦傷，佢一定會覺得好痛苦，仲好驚。希望呢個例子可以令到大家比較容易分辨到兩者之間嘅分別。其實我以前都以為關心同埋會同情人，咪就係有同理心咯。喺我細個日常生活當中，提得最多嘅就係關心同埋同情。直至我睇咗《你的感覺我懂》呢本書之後，我先發現最少人提到嘅同理心，原來先至係最重要，亦都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喺我仲讀緊中學嘅時候，當時正值係反叛期，我就好鍾意自己一個匿埋喺房度，同啲朋友喺網上面傾下偈啊，寫下嘢咁樣。咁呢就會覺得媽咪咩都唔識，冇嘢好傾嘅。再加上佢其實係會偷睇我本日記，咁呢一件事呢，就令到我好憎佢。最誇張嘅係，我媽咪竟然係會主動話睇咗我本日記，話我講嘅說話好難聽，好不孝。咁我就好自然同佢講返啦。咁其實佢根本就唔應該偷睇我本日記。點知佢回應我就話，因為佢係我阿媽，我對住佢係唔可以有任何秘密。咁再加上佢平時同我講得最多嘅嘢呢，就係問我拎家用啦，同埋嫌啲家用俾得少。咁自此呢，喺我眼中，我媽咪就係一個好貪錢，永遠都唔肯認錯嘅人，亦都非常之不可理喻。咁其實我同媽咪之間呢段咁僵嘅關係，其實都維持咗一段時間。慢慢去到我大個，我就發現原來佢講出呢啲咁難聽、傷害性咁重嘅說話，其實背後都有佢嘅原因。直到我睇咗《你的感覺我懂》呢本書，我就嘗試喺日常生活當中用佢講嘅步驟去同我媽咪溝通。我慢慢開始理解到點解佢咁緊張錢，因為佢細個係真係窮到要食樹皮，生活喺一個我冇辦法想象咁差嘅環境之下生存。而且佢由細到大都係屋企入邊最受寵愛嘅一個，佢習慣咗係會得到最多嘅資源，亦都係得到最好嘅保護。而佢就係要喺呢個咁被寵愛嘅環境底下，先至會得到安全感，同時都令佢從來都唔會檢討自己，會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邊，所有嘢都以自己為中心。當我開始明白咗呢一切嘅狀況，我對佢嘅憎恨亦都慢慢減少，而對話嘅時候會發生衝突嘅機會都減低咗好多。因為我好清楚佢嘅出發點唔係想令我唔開心，而係佢嘅經歷造就咗佢有呢啲咁樣嘅言行舉止。如果我從來冇運用過同理心去同媽咪相處，或者去到呢一刻我都依然係咁憎佢，而我哋之間嘅衝突都會變成咗一個惡性循環。
咁好好彩，我有作出改變，先改善到同媽咪之間嘅關係。而喺呢本書入邊，作者都有提到，如果當初佢有及時同佢嘅細佬表達佢嘅愛，或者就唔會發生悲劇。呢個故事令我好深刻。作者一直都覺得，當時只要佢有回應細佬講一句我都愛你呢句說話，咁件事嘅發展就會好唔同。我哋只要將同理心運用得好，其實就可以加強我哋同其他人之間嘅連結，令到我哋唔再孤單。而同時，同理心嘅黑暗面力量都好強大，尤其係喺我哋心靈脆弱同埋絕望嘅時候，佢就會變成一個武器，無論對我哋嘅心理定係物理上。就好似《莎拉的真偽人生》呢套劇入邊，女主角就運用咗同理心嘅黑暗面去操縱人。佢操控咗一個男公關去散播假消息，利用名流間唔執輸嘅心態，幫佢將一個不知名嘅品牌變到街知巷聞，係一個歐洲名牌。再利用呢個男公關去接近百貨公司嘅會長，去幫佢達成將佢個品牌進駐呢一間百貨公司嘅目的。而呢位女主角莎拉，佢就喺當中形容佢自己只係好清楚知道對方需要啲乜嘢。其實同理心唔夠強係好難做到嘅，因為你要先理解對方脆弱嘅位，然之後再設身處地咁樣喺對方嘅立場，先會知道佢到底需要啲乜嘢，再利用對方嘅弱點去操控佢。呢一個就係同理心被扭曲成武器嘅恐怖嘅地方。而喺我談的那場戀愛呢部電影入邊，男主角作為一個做電騙嘅騙子，佢都係利用咗主角孤單寂寞呢一個咁脆弱嘅點，去呃女主角，提供大量嘅金錢去支持佢嘅事業。而故事嘅結局亦都係男主角運用咗佢正面嘅同理心去揭穿自己行騙呢個行為。佢好清楚女主角其實已經完全信任佢，但正正就係因為佢都對女主角付出咗真心，令到佢唔忍心再呃女主角。女主角知道咗真相之後，當然就好崩潰啦。咁雖然係俾咗段短暫嘅慰藉俾女主角，但係最終嘅傷害同埋信任崩潰，仍然都係同理心被濫用嘅後果。大家可以由我以上講出嚟嘅事例，可以睇得出同理心係雙面刃，用得好可以療癒人心，加強人與人之間嘅連結；用得錯就會變成傷害，甚至係心理陰影。希望大家透過今次段片對同理心嘅理解多咗，亦都試下多啲運用同理心嘅正面去同人相處。你有冇試過用同理心去改變關係呢？或者用同理心嘅黑暗面去傷害過人呢？歡迎留言分享俾我知。多謝你收聽闊邊漫遊，鍾意嘅話記得俾個 like。想繼續收聽之後嘅內容，麻煩撳埋個鐘仔。咁我哋下條片再傾啦，拜拜。